深圳最近開咗一間朱古力博物館，相傳用手工嘅朱古力去打造巨型嘅雕塑，主題包括航空科技、AI 智能，仲有各種嘅藝術名畫，全場都充滿住好香嘅朱古力香味。呢個係朱古力，佢都係朱古力。朱古力雞，呢幅畫都係朱古力做㗎。行完仲可以買返啲朱古力返去做手信，全場有過百款朱古力，仲可以試食添，仲可以 DIY 自己整啊！見到師傅親自喺現場新鮮整起。除咗朱古力，仲可以揀雪糕，同埋現場都有花茶試飲㗎。帶茶試飲㗎，唔可以咬㗎。想知道地址 PM Chocolate， 即刻 PM 地址俾你。